暴风菜除为慢2年内，为到安全在面，南投人都嘅研究府咪赶地基本嘅宣布做下做好，为采南投市家东局嘅两批研究府系最慢，咪系数量最多嘅一批，从强起嚟124副。咁嗰兩批研究府雖然已經做好，負責協補嘅風濕協會係表示，最近就喺本見面落期待，可能還會高定是這樣變呢。一條歌兒就在講係衝出嚟新木村村民嘅心情，因為大家期待嚟減2年嘅永久屋，總算係起好咧。行政院長吳敦義咪起到嚴重關心，和帶來嘅利金為送本村民，本大家就在自家喜買中意嘅假期，村民都起到動感痛。200萬件啊，網要看啊！啊，你唔論買咗條講，呢條作為電力車司啊，要拉冇？要能拉啦，係。啊，你要簽會他解釋上冇？要哦，政府啊個實施好了吧？是啊，請監車。不過永久屋雖然起好咧，你係限做唔得大，風濕協會表示講，希望大家做得大到限卡舒適，所以還會過進行專門檢修嘅工作。那今天只是一個完工的一個典禮，我們希望做到很仔細，讓每一個住戶進來就是可以生活了，沒有一些任何的公共設施。包含每一戶有一些小的缺失，我們都會改善完畢。南投人總李超慶講，人政府還為個政策是貢獻嘅土地，本兩條村民做得財富權耕種，希望大家做得材料片穩家樂福。唔過村民講，兩條還需要時間來好好習慣。現在我們的這樣台糖又來租了10公頃在上面，租了10公頃，要來做給這些居住戶啊。也能夠來這邊耕種。我感覺講愛落雪嘅難度真高啦。因為講了天氣加天然條件的迄個限制吼，這邊要能夠有那種發展有點難度啦。雖然看到永久屋總算係完工咧，不過呢下新木村村民知道最大嘅問題，還係撒下嚟生活嘅問題。到底會通查進到新木村嚟耕種，又係講在南投市嚟重新穩家樂福，當地嘅村民都表示講，真經東南結體。下個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